大家好，今次試下深圳水圍順德公豬肚雞，好多人等位。服務好好，豆腐夾起唔會碎，雞肉伊韌嫩滑，湯好甜有啲胡椒辣，皮餃唔夠香港嘅四海牌好食。等7分鐘就食得啦。煲仔飯好香，冇浪費食物。埋單196人民幣，冇加1。食店評分，多謝收睇。